力神。今年萬聖節，中環街頭出現咗一位真人版女警，美貌驚人，氣場十足。有網民以為佢係 cosplay 緊，點知一查之下，原來呢位索女真係專業界別人士，佢就係大律師兼輔助警官，曾經喺美女廚房入邊亮相嘅 Natalie Leung 梁海晴。影片一出即刻喺社交平台掀起熱議，好多網民都話呢位女警太靚啦 ，Natalie 可唔係一般靚女。佢係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同法律雙學位首屆畢業生，早年仲曾經以模特兒身份出道，憑住44寸修長美腿喺 TVB 節目《美女廚房》度做美女學徒，成功吸引唔少觀眾注意。喺今個2025年1月，佢正式獲高等法院認許成為大律師，主攻一般民事同刑事案件，同時又擔任輔助警官，兼顧專業與社會服務，真係名副其實才貌雙全。至於呢次中環萬聖節被拍到嘅片段，雖然令不少途人誤以為係 cosplay 活動，但無論如何 ，Natalie 憑住清新氣質、知性形象同埋亮眼外表，再次喺社交媒體掀起一陣讚嘆潮。網民都話，原來真係有仙氣女警存在。如果你都想睇更多城中美女嘅新消息，記得 follow 我哋嘅頻道啦。